大家好，今日係7月26號，而家係早上嘅9點半。今日係星期日，不過呢，而家呢就爆風球，咁我唔知大家有啲咩搞作。咁其實我就已經開始呢，就睇緊喺書展買翻嚟嘅書。咁當然啦，如果覺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嘅，我會同大家去分享。今日呢，我就好想繼續講講揾工呢個 topic。我唔知大家對呢個 topic 有冇興趣，不過我仍然呢都係會去分享我嘅見解。如果你對我今集嘅內容認同嘅話呢，就多謝你；不認同或者任何意見呢，歡迎喺下邊留言。亦都希望大家 subscribe 點讚，撳下啷啷講，傳多俾人。嗱，老老實實，如果你能夠去到呢一步，咁啊真係恭喜你啦！因為其實有好多人咧就講過，寄咗幾百封信都冇回音嘅，所以如果你能夠有得見、有得面試呢個機會，咁其實你就真係要好好把握。咁問題嚟啦，對於呢個得來嚟之不易嘅機會，你有冇真係好好把握到呢？嗱，其實不論係我自己，又或者我同 David 做嘅節目，我曾經講過，因為呢之前呢就不斷有人講習近平呢係讀稿，而亦都有啲人呢就講脫稿呢係比讀稿好嘅。但係喺片入邊我就已經清楚指出，其實絕大多數俾你見到好似係打天才波嘅嗰種味道呢，絕大多數都係事前做晒功夫㗎。所以對於面試，其實你冇得打天才波㗎，你喺事前一定要準備晒。咁當然你嘅準備到底係好求其啊，好敷衍啦，定還是好專業先？其實以下落嚟要講嘅呢個題目呢，基本上你喺面試入邊呢係一定會遇到㗎。陳生，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有啲咩優點呢？李小姐，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嘅缺點係乜嘢呢？好啦，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問題，你到底係會點樣去回應呢？當然，優點似乎係好容易講㗎，因為講自己好嘢啊嘛。相反，講缺點呢，可能大家就會拗爆頭，死啦！講啲咩缺點呢？老老實實講咩缺點，其實都係除褲俾人睇，自暴其短嘅啫喎。所以對於講缺點呢樣嘢呢，有好多人呢就唔係好知點樣講。而因為唔知點樣面對，所以往往呢就行錯棋，講錯嘢。嗱，老老實實要解決呢一啲問題，我哋首先呢要換一換角色先。如果你現在就係去問人嘢，去 interview 人哋嗰個人，點解你要問？喂，你有啲咩優點啊？你有啲咩嘅缺點啊？你諗諗點解你要問呢個問題先？其實我已經多次講過，某程度上面嚟講，你就係一件商品，有好多商品排咗喺 interview 人嗰個人嘅眼前。問題係佢點解要揀你？你有啲咩值得佢一定非請你不可？當然，作為面試嘅人，理應咧係一眼關七，能夠睇通睇透任何嘅面試者，但係可能都會有走漏眼呢。所以如果你能夠講到一啲佢睇唔到嘅嘢，我講緊優點啊，而呢啲優點又比其他嘅競爭者好或者重要嘅話呢，咁你能夠被取錄嘅機會呢就大好多。咁所以呢，點樣去講呢個優點呢，就要真係要深思啦。咁當然除咗呢一個睇漏眼嘅觀點之外呢，老闆亦都想睇下
你到底有幾知彼知己？嗱，其實我多次講過，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如果你對自己好清楚，不論你嘅優點以及你嘅缺點都係好清楚嘅話咧，咁你老老實實，其實你已經係成功咗一半噶啦。大多數嘅人之所以唔成功，原因之一就係因為你根本就唔清楚你嘅優點同缺點。例如陳康提，即係陳奕迅嘅女，唱歌被認為好唔掂當。嗱，我唔知道佢知唔知道自己唔掂當，可能佢諗住有爹哋嘅明星可以 support 到佢，可以博大霧，又可能從來冇人話佢係唱得唔好聽。嗱，呢一個明顯就係缺乏咗自知之明，即係話佢唔知道自己唱歌難聽呢個缺點，最後就係一個表達嘅能力。老實講，正如我頭先所講，當你講你自己好嘢嘅時候，你梗係可以鬆毛鬆翼啦。但係往往喺你鬆毛鬆翼嘅同時，你可能會好容易出錯。而當你出錯嘅時候，老闆就會開始喺呢啲位度轉入去。老闆點解要咁做啊？因為佢要揾到一個合適嘅人選啊嘛。老實講一句，頭先我講過啦，絕大多數嘅人都係會做事前準備㗎，所以原則上啊，個個咧喺面試嘅時候啊，都係會風風光光㗎。所以如果喺咁嘅狀態之下，作為老闆咧，當然啦，如果你係哈佛畢業，而你就係小學畢業，有咁大嘅差距，咁唔使揀，梗係揀哈佛畢業嗰個啦。除非小學畢業嗰個有啲真係無可取替嘅優點。咁但係如果差唔多嘅話咧，作為老闆就要開始揾出一啲核心嘅元素，能夠幫到佢嘅核心元素。嗱，講到呢度，大家需要留意，正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每一個老闆都有唔同嘅要求嘅，有啲老闆佢係要求啲好拼搏嘅員工，唔係個個老闆都好要求員工好拼搏嘅咩？睇情況，唔係個個都咁樣。有時有啲老闆佢並唔要求嗰啲員工太進取，佢要求嘅員工可能係忠心，可能呢頓頓地就得噶啦，最緊要聽話。嗱，如果你面對住呢啲老闆，你喺面試嘅時候又表現得相當嘅精明能幹，咁好可能呢，你係會被摟嘅。所以喺見工嘅時候，你能夠掌握到對方嘅要求呢，係會比較好嘅。不過有時候你想掌握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如果見你嗰個唔係老闆嘅話呢，佢係人事部經理嘅話呢，咁你好難真係知道㗎。不過今日就唔係講呢部分，今日只係想同大家講點樣面對講優點同缺點呢一個嘅問題。頭先講咗啦，千祈唔好喺講優點嘅時候咁鬆毛鬆翼。咁當然我咁講並唔係叫大家好拘謹，只不過想同大家講，首先你要諗一諗，你講嘅優點其實係要為咗推銷你呢件貨去俾老闆。所以你講嘅優點其實係要切合到老闆或者呢間公司又或者呢個職位嘅需求。我舉個例子俾大家，如果你應徵嘅係會計，又或者一啲比較要求謹慎嘅工作，咁你喺講你嘅優點嘅時候，你應該要偏向呢一方面，你要話到俾你嘅老闆聽，你有幾咁謹慎。當然太過直接係唔好嘅，所以你應該要比較間接少少。而比較間接，通常我自己覺得呢，用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嘅事例去做一個輔證。嗱，佢信唔信係另一回事啊。又例如，原來你呢份工係好需要英文，
或者普通話嘅。咁喺呢個時候，你就不妨去 social call 你喺呢一個 moment 入邊，你同佢用英文或者用普通話去講講你嘅優點。好啦，正如我頭先所講，講優點基本上咧就好 easy 嘅，只要你唔好太過興奮。好啦，跟住我要講嘅就係缺點。咁其實缺點咧就大多數人咧都比較驚。點樣講啊？即係頭先我想講，你要剝褲俾人睇喎，係咪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會含糊過關就算噶啦。又或者講一啲無關痛癢嘅缺點。點為之無關痛癢缺點啊？例如咋嚇？我有近視，近視都有缺點嚟㗎。又或者例如我咧就身體係比較差啲，因為我唔多做運動。嗱，呢啲咧其實都係無關痛癢嘅缺點。當然你要咁講冇問題㗎，其實你講乜都可以。問題嘅就係你講呢啲能唔能夠為你贏得嗰份工，呢個先係重點。仲記唔記得我頭先講，如果你嘗試易地而處，而家你就係老闆，你聽到一啲咁嘅信息，你心入邊會點諗？你會唔會懷疑其實佢唔能夠知彼知己呢？另一樣嘢就係嗱，冇一個人係冇缺點嘅，而你竟然走嚟同我講，我嘅缺點咧係近視，我嘅缺點咧就係我身體冇咁好，因為我冇做運動。呢啲咁嘅缺點，老闆會有一個諗法，就係你係咪有啲嘢想隱瞞？咁老實講，冇人想自暴其短嘅，但係當老闆有咗咁嘅心嘅時候，佢就會好奇去挖你一啲唔好嘅嘢。好啦，講到呢度，咁我有啲咩建議俾大家呢？首先，我希望大家知道，冇人係冇缺點嘅，但係更加深嘅層次係，所謂優點、所謂缺點，其實都係有正反兩面嘅。你喺呢個角度睇，呢樣嘢係優點，但係換個角度呢，優點其實係可以睇成為缺點。嗱，《三國演義》初期咧有一個都叫做勁人啦，佢咧就非常之有孝心。呢個人咧就叫做徐庶。嗱，徐庶咧就一個非常之有孝心嘅人嚟㗎。嗱，有孝心啊，係一個優點，但係喺某個角度嚟睇，有孝心其實亦都係一個缺點。徐庶之所以唔再幫劉備咧，就係因為曹操捉咗佢阿媽，即係捉咗徐庶嘅阿媽，而利用呢一個嘅優點，就成功令到徐庶唔再幫劉備。嗱，我已經講過啦，孝順係優點，但喺某個角度嚟講係缺點。同樣呢樣嘢喺呢一個嘅角度，你會覺得佢係缺點，但係換個角度，其實佢係可以變成優點。記住，請得你嘅老闆啊，已經有返咁上下人生閲歷，對於呢啲事佢冇理由唔知道㗎。所以當你要同人講你嘅缺點嘅時候，你應該講嘅係一啲能夠將佢化返為優點嘅缺點。頭先我講過，當你應徵呢份工嘅時候，你要諗諗呢份工作到底要求你啲乜？你要睇住呢啲，正所謂睇餸食飯。好啦，如果你估計呢份工係要一個好認真嘅人，於是你講你嘅缺點就應該傾向呢部分。你話俾對方聽，我係一個俾人壓力好大嘅人，因為我做事要求好高。我唔單止對我自己要求高，我對人嘅要求都非常之高。正正因為咁樣，導致咗其他嘅同事其實都唔多中意我。講到呢度，好明顯呢一個係缺點。不過問題嚟啦，如果你擰翻轉頭，
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個仲係咪缺點呢？當然最重要嘅就係呢份工作，甚至乎呢個老闆係咪根本就係需要呢一種人？所以你講出呢一種缺點，某程度上面其實係幫緊你。咁當然，如果你再加上後面嗰段，例如其實呢，我都知道 teamwork 係好重要㗎，所以對於我呢種缺點，我亦都會去作一啲嘅修改。因為頭先我都講過 teamwork 係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機會嘅話，我會兩者取其平衡，希望能夠為公司達到最大嘅利益。嗱，呢一種咁嘅反省呢，其實我覺得就係引證咗知彼知己。你知道自己嘅缺點，你有冇諗過點樣去改呢？另外最後嗰段就係還原基本步，老闆點解要請你？就係因為你能夠幫到佢。當然更加重要嘅就係你能唔能夠幫到佢賺錢先。你能夠幫到佢賺錢呢，咁佢一定請你。好啦，今日呢就講到呢度為止，希望大家中意條片，多謝大家，再見。